来继续来看四大超商，伫个过年前推出着福袋啊抢人客，有超过300万的跑你车电动车，嘛有价值100万的台积电的股票。是340万元的跑旅车，民众在新春档期有机会用最低499元把车开回家。唔是特别会，嘛唔是变俗价，是过年时超商福袋前开始啊，拢是用100万块大奖伫车边。其实会比较就是大奖是什么，譬如说像如果有汽车或是黄金啊，或是商品有比较特殊的，比较少的钱就可以买到很多，就是零食之外还有这个抽奖券。乡亲拢会买福袋啊、试手气，拢会看讲倒一间的奖上大奖。统一超商2台100万的车，佮黄金以外，佮延续棒球12强摕到冠军的热度，会当留台湾英雄签名球，佮会使去日本看 MLB 的比赛。有7位非常热门球员的一个签名球。整体来讲，我们新品的这个全新首发的商品的数量呢，较去年增加了5到6成。专家超商输人唔输阵，超过300万块电动车共款晒出来，福袋啊奖实体化。除了有超过100万块电动车，会使佮留100万块现金加电动摩托车。预估整体福袋业绩呢，可以带动2.5亿的一个业绩成长。福袋的价值，或者是说福袋的整体的备货量，相较于往年都是翻倍的。可以预估今年福袋的一个销量一样，跟我们往年一样，都是开卖就秒杀。四手的饮料、生活用品基本的配比以外，莱尔富我靠这个数号留3张价值超过100万块的台积电的股票，啊那 OK 头奖是留黄金元宝，毛3C的商品，主打正达加超达的市场。地地有奖的福袋，当年拢是过年的重点，大家拢期待本身就是迄个真好运的人，会使中大奖，规年拢好运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